本单是台北捷运时期的总期范，因为过上的体农村带，也希望本市人的康健的生长环境。20年前，路带农在每月许多花莲富里的罗山游基村上进入党，功能接近太自然同土地的生活。本单以上的工种，不过发现工种太难落实的，故所开始做体验农家，带农游客落田做 DIY 野豆，还有罗山村的有机食材。做欧式手工棒，脑杯少数地方音乐有贴片，像係許多外地人天無暗樣去走去提賣。那个筋线出来，那可是它是在让它自然生成它那个面筋。發好嘅面台潤子潤子，仲起翻強強緊切緊手背冷。它浮沫里面有它的味道，會讓我們感覺在那個面團當中有一股熱情的感覺。等一下我們可以來感受看看它的，對，就是烤好的時候，我們可以來試試看。那它那個熱情的感覺，會讓我們覺得就是很溫柔。仲起翻講緊熱情嘅感覺，原來係加入嚟老山村媽媽種嘅養蜂。我蜂式嘅面團，看到啲夢呢畫出來嘅法國麵包，到底係乜嘅味水？我們當初其實也沒有想到說薑黃做麵包的效果這麼好，就是除了你看它的顏色是天然的黃色，很美，然後再過來又是自己這邊認識的人親手種的。唔單搶養蜂，仲起翻落南美轉兩公鋪，從條樹道領上送入幾條自家種嘅菜，後啱要嘅幾條，除落兩條菜甜食菜，加到麵包度。做好法國麵包以後，可以再送回去給他吃，然後你看他的那個，你看他的神情跟表情，你就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愉快的事情。就他也覺得說，原來自己種東西也可以變成麵包的時候，他也很開心。因為我們其實想要吃法國麵包，就是比較歐式的麵包，可是發現這邊的麵包店都沒有在做，後來我們就自己做。那做了之後，因為自己喜歡吃，也喜歡做實驗，那有時候我們也想要說跟在地有一點點激盪。轉為夾住太自然，上個中行嘅內生法，喺台北做了半年插入司機嘅裝起翻，10年前突然不用每個離開台北來到老山帶。其實那時候本來是會想到說，那我們等到退休以後再來。可是後來我們發現說，等到退休可能會比較晚啦。因為現在其實台灣好的土地真的越來越少了。因為就剛好說，這邊是羅山有機村，那來了之後就被黏住了。因為這邊真的土很黏。本單貴姓上10天，18現10天，從5包起價，所以開始做田園農家，土人一下6天做 DIY， 每啲後生做起嚟歐式手工麵包。想唔到兩三個都嘅好姊妹都受歡迎，每下嚟動動一下，當當起賣。真的很好吃，因為它的皮其實外面很酥脆，但是裡面呢濕濕軟軟的，但是又很有嚼勁，很好吃。我們剛剛就在想說，問老闆人說可不可以宅配，我馬上就把它宅配回台北去，這樣子。他們這兩夫婦就是會比較熱情熱心一點，他們就會去匯集那些在地的一些農產品或是東西，然後想辦法把這些東西經過包裝行銷之後，讓其他人更能夠了解這個地方。對台北曬到老山，東東事情為從頭開始，好的老山村民嘅後裔老鄉下，如果日當家出甘熱冬天。娘媽煮的菜超好吃，我們就很常跑上來找她，然後就偷偷打電話說：你要不要上來吃飯啊？我好，我們就自己很厚臉皮的跑上來。你看我要他來，他會帶這個來，麵包來給我吃。
对都市版的种下，还有一只当初的眼睛，佢就希望先采取咗唔到是比较嘅环境来配合每个品种。在都市的小孩子又会更可怜，就是因为太多的竞争压力，那导致说他们其实接受了很多不该他们接受的这个事实。他可能懂很多课本上面的东西，可是人情世故是不懂的，整个自然环境他是不懂的。那他的人格，我觉得那个人格的养成就是一个缺陷。来乡下应该可以比较体验到，就是一年四季的变化。那我会希望我的小孩子，他其实有能够对大自然能够有机会去互相去接触跟沟通，然后他的心会比较柔软。康地长大后的天都，徐正业也会将为下小马子，除了10天种菜之外，去年开始每老一年小马合作种了7分地，今年按照的空台面积种2甲，希望南北做嘅棚都做得入本土小马面粉。除了之外，未解决中度休耕天、旱天嘅问题。我们来到这边呢，就是种稻米。那后来发现说，其实，在我们村庄，虽然大家都是有机种植，那可是呢，我们发现说，还是有很多的田其实是没有水。那我们就在思考说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些旱田的一些出路？面包行往内容嘅嘅土，水果面包大草如风应该梦想。第2招了会长入安葬了解自然环境度，记得重新定位人生目标，如何去铺盖对你梦想前进，咪希望为社区带来正向嘅改变。